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，总是新历10月初10国庆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国歌恶国第4条国家的国，有百姓、有土地、有主权的政治实体，就是国。像咱讲本国、外国、美国。另外代表一个国家的物件，像法律，咱讲国法；若代表国家的花，咱讲国花。国家的百姓，咱讲国民；国际之间，咱讲是外国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美国圣诞，第二届世界大战了，咱台湾的生活真艰苦。美国甲咱美元，一寡美国进口来到台湾的产品拢足珍贵，其中像讲可乐，有真侪美国进口的物件，咱拢讲是美国的产物。像讲美国圣诞，这就是美国发现的类固醇，这是一款消炎止痛药啊，治疗风湿性关节炎。也毋过若是食伤过济，会有副作用。有特效药，人讲是美国圣诞。另外发财树，有人讲是美国桃豆。若营养无代志，咱讲是美国时间。若美国西装代表大师。另外第二个词是泰国芭乐，过去泰国进口，经过改良变较大粒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一寡电台节目咧卖物件，若是卖药啊，怎讲比美国圣诞更较有效？卖泰国芭乐，讲比咱台湾的芭乐更较好食，结果有诶拢无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国提供予大家参考。